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又到咗香港新聞連線嘅時間，我係蕭豬豬。今日係2025年9月16號星期二，我哋一齊嚟睇下以下呢則新聞嘅標題啊！中共網路紅線再收窄，重大事件1小時內通報，Dior 首先中伏。中國政府喺近期就進一步咁樣收緊網絡安全以及數據保護監管，推出新措施，要求網絡營運商喺發生所謂特別重大網絡安全事件之後1小時之內，要向相關嘅部門報告。呢項由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簡稱網信辦日前發佈嘅網絡安全事件報告管理辦法（括號草案）將會喺11月1號起生效，目的係要加強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嘅保護，提升國家應對網絡威脅嘅能力。咁樣做就係正值法國奢侈品牌迪奧即係 Dior 上海分公司因為違反個人資訊保護法而被罰，成為該法自2021年實施以嚟首宗重大案件，凸顯中國對數據私隱同埋跨境傳輸嘅嚴格監管。新嘅規定就要求網絡營運商一旦發現涉及關鍵資訊基礎設施嘅攻擊、數據洩露，又或者系統癱瘓等等特別重大事件嗰陣，必須要喺1個鐘頭之內向當地嘅網信部門又或者公安機關提交初步報告，而詳細報告就要喺24小時之內完成。為咗確保快速咁樣應變，所以企業就需要建立完善嘅內部應急機制，並且要定期進行網絡安全演練。未能夠及時報告嘅企業將會面臨行政處罰，甚至可能要求承擔刑事責任。網信辦強調，快速報告機制係為咗保護國家安全同埋公共利益，確保金融、能源仲有醫療等關鍵領域嘅基礎設施穩定運行。喺新法規公布之前唔夠1個禮拜，Dior 上海因為未經安全審查就將客戶嘅個人數據傳輸咗去海外，所以被上海網警處以罰款。睇返呢件事係源於媒體舉報 Dior 數據外洩，用戶收到品牌發送嘅警報簡訊，承認出現洩露問題。調查顯示 Dior 上海多次違反個人資訊保護法，包括未獲用戶明確同意就傳輸姓名、電話號碼同埋購買記錄等等個人資訊去境外嘅伺服器，亦都未有及時咁樣通報事件，所以嚴重侵害用戶權益。雖然仲未公開具體嘅罰款金額，但係呢宗案件就被視為係中國政府對違規企業採取強硬立場嘅標誌啦。Dior 上海其後就承諾會採取整改措施去符合法律嘅要求。睇返中國近年就持續咁樣完善網絡安全同埋數據保護嘅法律框架，包括2017年嘅網絡安全法、2021年嘅數據安全法，以及同樣喺2021年嘅個人資訊保護法，逐步咁樣構建起全面嘅監管體系。呢啲法律唔單止規範企業嘅行為，亦都強調國家安全同埋政府監督。雖然部分嘅內容同歐盟嘅通用數據保護條例簡稱 GDPR 類似，但係中國就更加側重數據本地化同埋安全審查。對跨國企業嚟講，要同時符合中國嚴格規定以及全球業務嘅需求，係一項大挑戰啦。睇翻 Dior 嘅案例就表明咗，違規企業除咗面臨高額嘅罰款之外，仲會損害聲譽。而1小時報告時限對企業嘅技術能力同埋應急響應就提出咗更高嘅要求啦。中小企業可能因為資源有限，所以會面臨合規壓力。至於大型科技公司就或者會加大投資去提升網絡安全標準。呢次嘅 Dior 上海案件喺中國嘅社交媒體就引發熱議，好多網民對數據私隱表示擔憂，並且呼籲要加強企業嘅監管。與此同時，網信辦嘅新規亦都獲得部分支持，被認為係有助提升企業對網絡安全嘅重視，保護用戶嘅權益。隨住11月1號嘅新規正式生效，預計會有更加多嘅企業加快調整數據管理同埋網絡安全策略，去避免中招。至於中國政府亦都可能會進一步咁樣細化特別重大事件嘅定義同埋報告流程，去減少執行中嘅不確定性。嚟睇下下一則新聞嘅標題用小麥換中國車，中俄以物易物規避西方制裁。
據路透社嘅報導指，俄羅斯為咗避開西方國家嘅嚴厲制裁，所以正重拾1990年代蘇聯解體之後流行嘅古老貿易方式，就係以物易物 barter， 以小麥換中國嘅汽車，以亞麻紙去換建築材料同埋家電，重返舊式貿易模式。雖然俄羅斯近年同中國以及印度嘅關係唔錯，但係俄烏戰爭造成嘅嚴重扭曲，就令到正常嘅貿易關係難以維持啦。呢場戰爭迫使俄羅斯呢個全球最大自然資源出口國，喺蘇聯1991年瓦解並且融入西方經濟30年之後，再次倒退到去幾十年前嘅狀態。根據路透社引述2名貿易消息人士透露，一宗交易入面，俄羅斯小麥被用嚟直接咁樣交換中國嘅汽車。其中一個消息來源就更加明確咁樣指出，中方喺交易嘅過程中直接要求俄方用穀物嚟支付。至於具體嘅交易方式就係中方嘅合作夥伴喺中國境內先用人民幣購買汽車，而俄方夥伴就用盧布去購買小麥，之後雙方就再透過易貨嘅形式直接將汽車同埋小麥互換。不過路透社就未能夠掌握呢單交易涉及嘅汽車同埋穀物嘅具體數量，亦都唔清楚貿易商係點樣釐定小麥同汽車之間嘅價值。此外，根據海關嘅記錄顯示，仲有另外2宗交易，就係俄羅斯以亞麻紙交換中國製造嘅家用電器同埋建築材料。據熟悉俄羅斯對外貿易嘅專家估計，其中2024年烏拉爾地區海關記錄嘅其中一單亞麻紙交易，價值就約為10萬美元。睇返自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至今，美國、歐洲同埋佢哋嘅盟友已經向俄羅斯祭出咗超過25,000項制裁措施，試圖削弱俄羅斯規避達到2.2萬億美元嘅經濟體系，從而打擊俄羅斯總統普京嘅支持基礎。而由於印度同俄羅斯保持石油嘅貿易，所以美國就特別向印度實施懲罰性關稅啦。面對呢啲制裁措施，普京就多次強調俄羅斯嘅經濟表現比西方預期更加理想，甚至指出喺過去2年，俄羅斯嘅經濟增長速度超過7大工業國，即係 G7。普京已經指示俄國企業同埋官員要盡一切嘅可能抵抗西方制裁。不過，俄國經濟嘅嚴峻現實就越嚟越難以掩飾啦。俄羅斯央行承認，俄國嘅經濟喺技術層面上已經陷入衰退，並且面臨嚴重嘅通脹問題。睇返西方部分嘅制裁措施，尤其係喺2022年將俄羅斯銀行踢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簡稱 SWIFT 支付系統，以及美國喺舊年警告中國銀行唔好支持俄羅斯戰爭，都令到次級制裁，即係 secondary sanctions 嘅風險大增。據一名支付市場嘅消息人士向路透社表示，中國嘅銀行界都驚會俾美國列入次級制裁名單，所以依家唔敢接受俄羅斯嘅匯款啦。正正係因為呢種憂慮啊，所以難以追蹤嘅以物易物交易因此興起。喺2024年，俄羅斯嘅經濟部甚至專門推出一本長達14頁嘅對外易貨交易指南，指導俄國嘅企業點樣利用呢種方法去避開制裁。俄羅斯政府就更加提出建立專門嘅易貨交易平台，去協助企業推動以物易物啊。好啦，呢則新聞報道到呢度，多謝大家嘅支持同埋收聽，懇請大家喺聽新聞之餘，記得訂閱埋我哋嘅頻道，同埋撳埋個鐘仔，咁就可以第一時間接收到我哋頻道最新嘅資訊啦。仲有請大家幫手留言、俾 like 同埋 share 埋條 link 俾你哋嘅朋友，等更加多嘅網友可以分享到香港新聞連線嘅報道。多謝大家，下一節新聞時間再會。好啦，嗱，講下中秋佳節啊，一家人團咗一齊。俏貓貓今年精心推出嘅中秋盤菜有6人份量12人，搜羅咗最好嘅食材：原隻10頭鮑魚、巴汁燴花膠、呢個原粒原貝韓國大蠔豉、呢個老香米鴨、家鄉手打鯪魚丸、大鵝掌、1/4隻貴妃雞，仲有秘製豬手、腩肉、豬皮、豬脷同魷魚。厚身大花菇配埋當時得令嘅蓮藕蘿蔔、芋頭枝竹，全部6個人份量。
而家講緊係6個人份量，12個人呢就係雙倍嘅嚇。每年呢盤菜呢，嗰啲人都話係最好食嘅，係凌絕全香港嘅。6個人而家呢會員價998，嗱最緊要呢送埋佢哋嗰度喎，送埋佢哋嗰度，保證佢新鮮，同埋呢我哋送貨嘅送貨呢係送得好好嘅，好有交代嘅。12個人原價1688，而家1488，門市同網站都有得訂嘅，由8月29號到9月29號。價格包埋送貨嚇，除咗離島啊啲咁嘅地方，至於村屋咧就送到村口嘅啫，冇電梯嘅樓宇喺地面交售。你而家開始訂，送貨日期9月20號到10月7號，嗰啲緊要日子咧好快就冇噶啦。你而家要，所以你而家立即訂，5日前5個工作天通知，因為每日限量只係做咁多嘅啫，中秋前後嗰幾日咧係好難訂到嘅。由於新鮮喺香港製造，每日數量有限，售完即止啊！祝大家中秋節快樂，團圓美滿，食得開心。2013年呢單嘢好好。